幼儿媳妇，宁府里最美的事，可惜你皇便早死。二爷，别来无恙。可亲，记得年少之时，我曾在你房里小息，是你引导我去到一处仙境，我茫然间抬头，双手探寻环境。二爷，我记得你。记得我还偷窥了金陵12菜的盘子，只是当时懵懂无知，并不及其中狂迷。我还寻思，人当从于此间，
今晚花儿子也在父了。他家儿子天色算起，家生虎狼穴，所自早起早去。
是我？到底谁是我的姻缘？包姐姐，你看看，到底谁是我的终身？你们都不是我。难道走了神仙，便再无人世间真情时光，喜乐爱成云吗？贾甘友，所谓你的红尘吧，我少不下你们，我离不开你们，无法不叫你们。
曾问，子欲不爱走月分，一向心有故旅行，最烦思痛，欲尽情。心中相负不相平，祖母胎，家思。
金色仙境，家父倾城女泪之中，非我丧了一位金空情。想的时候容易伤魂，怕把眼泪擦了，将你千岁进门的两位姑娘介绍给姐姐。宝姐姐，你妹妹，快来见过我家大姐姐。元妃娘娘饭坐。宝玉心中思了许多有趣的事，谁是薛宝钗，谁是林黛玉，英勇相貌早在目前了。你是薛家姐姐，我家薛宝钗；你是林家妹妹，我家林黛玉。
来。一位是一家的，一位是孤家的，都是知亲的姐妹，都生的是花是牛。我们这娘是幸好家里来了2位神仙姐妹，包牛这才把想念这娘的心放下了一半。这不，我与小林苗有2位妹妹，我看你的那一关系也好放下了。我要再长出一颗心，一颗来接这娘，一颗不接姐妹。哎，不过你只是真心爱你，你要爱这个，你要爱那个，包姑姑，你竟把爱学成哭音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反正我的意思你们都懂。宝兄弟的意思是谁都杀不下。对，宝姐姐说的是，看吧，你觉得我都下来了。来，读歌来，来。动手下，好好说说话。听说薛姑娘欲把亲手，我包牛的牛皮恰好成双，包牛的牛系上天手针，包菜的手内凡见手纹，儿子怎管比你？莫思莫放，先生很长，不离不弃，放离拥挤。倒也正合今有良缘。莫晚听说宝兄弟和林姑娘也有一个色相，叫什么？莫说前门，说宝妞和太妞第一次见面，就仿佛在哪里见过，是也不是事。可是究竟在哪里见过，却又想不起来。一个有意，一个无意，一个可见，一个不可见。一目看那，都是前世今生修成的缘。这娘说的太好了。我的这个胞兄弟最是慈祥，也最多情义。稍后长大了，你们都不要辜负他，方才亲记在心。这娘放心吧，我讨他们的好，我来不及你。听长辈们说，你们个个都有长进。离营之前，我想考一考你们的私分。否则，我没别么。娘娘御赐，上问王师吧。这娘要考我们的斯文。好呀，这娘知道吗？大官人做所有经的选我，经我一人说的。这娘早已知晓了。这娘快出题吧。今日便以包牛为大官员各处的地边为题，各处所爱一人一边，一边一诗。应称贪称写称，薛姑娘、林姑娘、施姑娘，万与苗苗林外，你们一人做一首。奉记监考事宜，言是3科交卷。那我呢？帮上做一首，你须做诗首。为何？你不是爱写能吗？那句拿出真本事。大家快作诗吧。宝兄弟，怎么面目难
好4岁做3岁，做不好3岁做2岁。只要今年甚至做上1岁，娘娘我一了，那也不当紧的。你只需用心做好3岁，7、1岁我陪你做，真的。不过万一做不好，你也许得省。岂有令妹妹做不好的事？谢谢了。这是我们最美神圣的匾额，迎称、谢称、君后神圣，堪称教子2位姐妹与生也才。这是我的梵歌梵作，这是我们庙宇的匾额。我菩萨，我灵童，我曾经都是用心做的好事。关于薛姑娘和林姑娘的名，且禀娘娘，这是我的宁会宗财。我要和林姑娘的也亲口，这是我的4万仙元。薛姑娘和林姑娘的4作，究竟非同凡响。啥事定要在他儿孙之间分出伯仲。我倒觉得薛姑娘更熨帖，林姑娘则与贤结婚。她要推选金石魁岁，平西下人宝姐姐当之无愧。未见的林妹妹精神不是上层我。宝娘做好了吗？做好3声，不4声，万语1声。林妹妹明明将4个说进了我，怎么不见了？这不是宝兄弟所做的第4声吗？对，找到了。与风来矣。好，恩赐清分也好，有快乐更好。好嘞，采访第4岁，我他为前3岁之官，也将薛姑娘的名讳宗岁更以高远。4岁，要是宝姐姐年会中岁得贵，你们约了好年在望，便胜过了她。真是宝姐姐的年会中岁，我倒也喜欢。也请苍菊楼，十里桃花香。行列在望，胜过年会中岁，宝钗开封心火。启禀娘娘，为公子臣已到。不在。
曾是他归园里最美的风景，也是四维最美、最美的你我。岁
这天下的好书都是眼黑，妹妹为我多多赐你这部《西厢记》。倒也不是痴迷，而是大人与包公公空了之后，总想着《西厢记》里的人和事情。妹妹怎么想？说来我听听。你想吗？做了官，长生于阴影，从此相亲相爱。假使非中呢？中了就是中了，书上都写着呢。我说的是假使，假使长生不曾考中，那崔莺莺和崔老夫人他们将会怎样？写西厢记的人，那是王师傅先生，不是你我。哪来的什么假使？哎，妹妹慢着，莫非是我说错了？你没有说错啊，是我自己不去。这是什么话？也怕妹妹说的那是假使，假使长生必真考中。假使张生落地归来，假使崔莺莺与崔老夫人面对落地而归的张生，将会怎样？你看，多聪明的宝姑姑！可是王师傅先生的书里明明写着张生中了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就算张生必真考中，好了吧？不是去算，而是去死。哎，
望我们三家寺院，不想读书，就想出来玩耍。我也是，不想读书，就想玩耍。就想玩耍。
有我在，你不要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等用完把账写了，二爷请快来相连雷公子的爷本。好，雷公子的爷本，大有心意就义。起来，老娘最喜欢的就是这册页本，每次听了看了都不禁热血沸腾。今日养绝刘公子，好歹教会了我口分。八爷真要阅这册页本？要阅。鲤鱼郎的一句话：女怕死板，男怕页本。八爷，这册页本可不好阅？不好阅也要阅，教完来阅你们都来阅。好，阅。好，好。书无尽，精虫来。我是夜场西门之才，你看嘛，万事嫌我等太笨。二爷不要多心，邻人虽为相君，可也并非人生，可以为子。我倒以为，凡能唱戏、能唱好戏的邻人，便是天地各位众人精心赏花之人。刘公子，你就再耐着心儿教教我们吧，教我吧。包二爷。
知道，不如花季留下，借用你这本福利。我真是喜欢他，我就是喜欢反叛我人的女人。林生也是人，你去放真做。哎呀，我胡了，都不的呀，我就要寻他开心，叫完帮帮谁，帮不是亲儿子，我不做，你们也就不上。我也姐，我等习惯了。好你个奇怪，今天我杀死不了你，王成元大王孙，你也同林生差不多，叫我滚到一边去！你看我去那眼下，你是管你了谁呀？将此当作高粱梅。当他一公冠廷堂。什么？我还向刘公子讨鸟？刘公子，刘大爷，刘组长，少了我这一位吧。我来问你，以后外管七种，吝啬不嘛？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有见到林生，需以礼相待。见到林生，我叫公子，我叫大爷，我叫先生。金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这便是英雄的情怀，林冲条豪气。下位这月月本，保佑一定就好。八爷，丞相，告辞。不要叫我宝二爷，叫我宝兄弟。刘香柳兄弟，江月兄弟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我送来公子，刘公子是我请来的，送也归我送。提着满对满人的手，却给亲自送了吧。哦，这伤不是痛，是快，痛快。刘公子，请，请。宝二爷，宝二哥，约翰也给准备了。慢着，听说6年底从中人王府盗了出来，总让我也到处找你。我以为眼底寻到一处拳头，你去掌声，这着道理。多谢宝二哥，我送你做儿子。宝兄弟想得真周到，女儿兄弟与你早应，我便放心了。二位好兄弟，二位有请。刘公子，请，请。难道少年怎
死我！我该怎么办？三十六计，最为常见。可是我又能追到哪里去？那就去宗师王后，小王爷是个错。我错了吗？我没错。我想他人什么错？那就向老爷生个错。父亲一向看不起我，我若在他面前哭哭啼啼，他只会下手更错。好汉不前眼见亏，独孤眼见死也见过。快到吧，快到，快到！我没有错，我绝不认错。父亲，你当死我吧！不孝子家暴虐，来了！吃了多少苦的？我被我父亲打死了，我于是我想死，我不想活，生死岂能与你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，想了许多年，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父亲要打死儿子？为何？为何？只因那铃声将有，是终身王府家务。终身王在朝廷也想与北京王为敌，而北京王这是家父为官的靠山，打在了终身王，便是借北京王添乱。因为终身王攻击北京王，甚至诽谤元妃娘娘自造口上。老爷眼见家父8年7年，方才对你相思恨水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再当鸡旁，放心。死了我，真当死了你。北京王必连随元妃娘娘向皇帝告状，皇帝让东京家父，终身王必受责罚。终身王虽不知把官丢去，但总是与家父
结了所罪。我儿保佑，必须往死里打，家也不能当死，死也不死，死，这绝是司徒姐姐。晚黑，月份。父亲因他当得
了，我仿佛昏睡了多少，不知都与谁来过，帮兄弟。我知
的，我都明白。不过，我还是庆幸我的一等到，换来这么多的关怀，也成了为我宝兄弟所思所想，总是一语旁生。因为妹妹宝姐姐fin真地久，不只是她没有来，还是宝姐姐没有说。他时常来过，每日都来，来了，坐在边上放着你，吊上一碗泪，再站起身，默不作声地走了。啊，宝姐姐，我有些累了。姐姐说：“你每日来了，便在我这里送上一位，吊上一位来，默不作声的就走了，是吗？”妹妹为我不说一句话呢？你昏睡着，我能说什么？也在心啊，我去告诉老太太、我太太。你妹妹不要走！老公公，你总是让我担心。林妹妹，其实我的伤也没有那么重，有的时我也是醒着的，只是不想说话。知道我来，却不理我。什么知道你来，却不理你？林妹妹好像话中有话，话中有话无话，你心里也能不知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你来了，我不理你，等你心里憋着这口气。我问你，那天晚上我去游泳馆里，你为何不上丫头开门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宝姐姐在游园野玩，请问这丫头见天色晚了，怪宝姐姐不走，便阴阳怪气的说话，不想恰得罪了你。我去猜到园里有宝姑姑更在乎的人，所以才叫我吃了闭门羹。我就知道你来，诚心进你门外，让我不得好事。什么事呀，我的？可你举世未见，亲戚都跑出来了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妹妹抚慰我。既算是无谓，那我也就不怪你了。宝姑姑，我醉了。你妹妹乱步，用我再多说一句话，去也去。2句行不行？好。
一句，句，一句。分你抱紧紧。
的回答。一句，一句，哪一句？生平说水山前，我这去一瓢饮。再说一遍。生平说水山前，我这去一瓢饮。你在找什么？找半日的鸟，大半月里都在找，已经找了大半年，如今家府里的人都写过爹的在路了，包了爹了，就像死了我，真是痴痴呆呆，颠三倒四。太太说，包了长大成人了，该接他成家了，把人婚事，匆匆兴许他就真的懂事了。谁是包二爷的新娘子？老太太，我太太的意思，新娘子是薛宝钗，老爷也赞成。包兄弟，你这是到哪里去？我去找包姐姐下棋。不，我去找林妹妹做事。包兄弟，究竟是找包姐姐，还是林妹妹？我找林妹妹。包兄弟，我问你，老太太和老爷太太正在今年掌握婚事，你知道？老太太和太太生，这是送进我的责任礼。新娘子在，包兄弟也知道。林妹妹，我的新娘子是算是林妹妹。老太太和太太都知道，我林妹妹定定要好。到今日起，包兄弟不要去小相馆找着林姑娘了。为何？你要耐着性子，等新娘子嫁过来呀。对，林妹妹就要常常与我在一起。我等参加她家
人间，唐诗诗词，我们这些做了违心事情的人，也是心安理得了。林姑娘不是病着吗？她这是要去阎王找包的吗？老太太忘的啥了的？她为何哭哭啼啼的？这不是老太太身边的丫头撒娇吗？林姑娘，是谁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，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被太太打了嘴巴。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就是八爷去谢奶奶的话。太太说老太太管照顾八爷的婚事要上下瞒着做。为何要上香？我这做我也奇怪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太太没说，王二爷要去谁家的姑娘吗？去包姑娘。去包姑娘。对，包姑娘是去包菜，还也可以做的包姐姐。啥呀你？你讲废话什么？娘娘娘，我没有不是。李姑娘问我还要去谁家姑娘为妻，我就说话说了。快回去！不要在林姑娘面前附身！去！李姑娘，我说的都是我亲耳听到的，还有一句是谎话。我走了。但是，哎呀，李姑娘。父亲，傻丫头没有不说，是吗？是宝妞真的要当婚了，是吗？是。要娶的新儿奶奶是宝姐姐，是吗？是老太太，太太都不许生。为何？想不担心林姑娘，林姑娘这一下不是病着吗？宝妞都上不来见我，想必也是担心我病着。大家都为林姑娘好。多谢父亲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
一泪一发我
谁留下心花人变成死别离，谁留下红烛雨变成白泪滴，谁留下层层离变成伤伤情。我与妹妹初相识，恰那情丝今生早相知。真情是他不开的三心子，出发最近谁看的？真情是他对空的心相近，人生不说两情词，真情林妹妹，妹妹，林妹凄凄不相惜。
千山凝静，烟柳声洒下红尘。几多情，此生一梦杀头尽，传奇泪真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？他荒山青埂峰，富基岩。传说中，晚上变成猫鸟的地方。你是谁？我是你老了的时候，我是谁？你是我年少的时候。想不到猫鸟进化到这么久，莫非全是为了祖宗一步杀头巾？杀头巾，后生称作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实在令心荒谬极了，里面的故事有些懂，有些不懂，有些懵懵懂懂。青也是，四川懂，非青是也能懂。我记得元春他姐姐姓戚，大观园落成之年，也是家父最定生，保佑这富裕之年。倘若时光可以倒转，我想回到那一年。委屈，委屈，委屈。离